歡迎大家嚟投資陷阱。咁咧今日要講嘅題目咧就係莊家派貨。咁啊其實咧最近咧亦都有好多股份咧就轉型。咁啊轉型咧多數咧都係做礦嘅。咁啊礦咧就基本上咧就即係最容易話即係作大個故仔嘅情況嘅。咁啊，好多人咧就首先咧就宣布一個項目，咁啊跟住咧就宣布集資嚇買啲乜地方嘅礦，好似馬達加斯加、印尼啊等等地方嘅礦，咁跟住咧就股價炒上。咁啊有個例子咧就係國際資源1051，咁咧佢本來係幾毫子嘅，咁啊宣布咧收購一個礦場之後咧，咁啊再宣布集資嚇。引入一啲有力嘅投資者，咁跟住咧就一路將個股價炒上去，由幾毫子炒上去2蚊，咁啊2蚊之後咧又再宣布一次集資，咁跟住之後咧就莊家就派貨啦，咁啊股價咧由2蚊一路跌到落去6毫子，甚至以下去到5毫子以下嘅。咁咧要記住，你睇呢啲股份嗰時咧，要睇個圖表。如果咧佢由低位咧升咗好多倍之後咧，你要記住，莊家咧隨時係會派貨。你高追嗰陣時咧就會接火棒噶啦，跟住咧股價就係跌到7成、8成，甚至係9成咁多。咁啊記住唔好信晒莊家講嘅故仔，因為咧係9成咧係唔係真實嘅。佢個旨在咧炒高個股價咧嚟派貨嘅。